台语文康榜来关心这嘉义市一间国小的英语老师呢，伊是用台语相共的发音来辅助英语教学，毋过煞互家长甲反映，这代志要未讲清楚咧，这个老师呢又搁互家长甲检举霸凌。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这可能就是这个老师呢，因为用母语才互人家找麻烦。也那校方是表示讲，这鱼还鱼，虾还虾，两件代志都要分开来处理。嘉义市一间国小英语老师用台语相共的发音来辅助英语的教学。学校的教务主任接到家长的询问了后，原本是希望老师提出说明，让学校会当向家长来回复，却引起老师的反弹，认为学校打用母语来教学。我想要了解，所以我有请教老师，讲你上英语课时用啥方式来教，我无讲莫讲台语这件代志。我是了解了，甲要回复家长。代志也未解说清楚，同一位老师阁去互家长向市政府教育处检举有霸凌学生的代志。教育转型正义联盟的调职人就伫面册来发文，质疑老师是因为用母语辅助教学才去互针对，这敢是校园白色恐怖？不过学校是表示尊重老师的专业，两件代志并无关联。第一就是家长无了解老师安怎用台语来做教学，第二点就是讲。咱和老师沟通当中，可能互老师误解学校的想法。咱学校要用啥物语言去教咱拢诚自由，所以无一款讲上课一定要用这种语言来教。学校指出，霸凌的事件一直有协助家长甲老师好好沟通，但是最后家长也是向教育处来投诉，所以才会配合定时召开校园事件处理会议。嘉义市教育处嘛回应，会了解家长投诉的内容，配合学校审议的结果。才法定定数来办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